你知唔知道自己戶口有幾多錢咧？嗬？如果大家個零個數字都係一樣嘅話咧，咁就要睇第一個位就係健康嗰個決勝關鍵啦，哈哈。好似呢個動作咁咧，就係蹲舉嘅動作 ，OK 嚇。做法咧就係徒手嘅 ，OK 嚇，手會喺擺前邊啦，跟住 pat pat 挨後上身傾前蹲低啦，係咪嚇？個標準咧就係小腿垂直喺地面，所以膝頭哥就唔會衝前啦嚇。正常速度嘅做法咧就係10次，到最後尾喺下邊嘅時候咧，我哋停留一陣 ，hold 住10秒鐘，最後尾就做彈動式10下，跟住上翻嚟，未完喎，慢速落，正常上嚟都係10次。相反啦，正常落去，慢速上翻嚟，亦都10次。呢一個做法咧係一個配搭嚟嘅嚇，會攞到想要嘅訓練效果。OK 嚇，咁但係有啲人問點解唔加重量咧？咁樣負重唔係好啲咩？咁樣有一啲嘅健身動作咧，健身嘅訓練動作咧，其實係做法決定個結果，並唔係重量決定個結果嘅嚇。如果你明白咗嘅時候咧，等於肌肉咧有一個圖表嚇，即係話樣樣都重要嘅。譬如係咩咧？肌肉力量啦嚇，肌肉嘅爆發力啦嚇，速度、反應、協調、抗打能力啊、平衡啊等等啦，係咪嚇？但係如果你將嗰個重量擺咗喺第一位嘅時候咧，咁就可能搞錯咗啦。